弟兄姐妹，大家晚安。请我们一起翻开圣经创世纪5章21到24节。创世纪5章21到24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上帝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上帝同行，上帝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有60 mehadzaan ni Inok jiwawa jingrato jejai fainayan ji mitu silahan ningra pangangan. Ikul nunini mga ay kukakafit ni Inok atau kawas. Maulip ho jingrato tulu asuot mehadzaan. Uluma satu jiwawa ho jingrato fainayan atau fafahiyan. Ihakal jingra ihakal to tulu asuot 60 ila ko 5 mehadzaan. Mga ay taharaos ko kakafit ni Inok atau kawas. Alaan no kawas jingra saka away to maaraw jingra. When Enoch had lived 65 years, he fathered Methuselah. Enoch walked with God after he fathered Methuselah 300 years and had other sons and daughters. Thus all the days of Enoch were 365 years. Enoch walked with God, and he was not, for God took him. 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一个忙碌、快速、心灵容易疲乏的时代。很多人认识神，也愿意侍奉神，但不知不觉中，信仰容易被压缩成主日聚会、服事轮值、例行祷告，却慢慢失去与神亲密同行的温度。清晨醒来，脑中浮现的是待办事项，晚上躺下，心里仍盘算着明天的责任。我们不是不爱神，而是真的太累、太忙、太紧绷，所以我们心里常会有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像我这样平凡的信徒，真的也可以与神同行吗？那些属灵成熟、侍奉多年的人，又是怎么走过来的？为什么以诺能与神同行？弟兄姐妹，很多人知道与神同行很重要，但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能走得下去，甚至走一辈子呢？答案不是因为以诺比较厉害、比较特别，而是因为他的心里有一个属灵生命最核心的动力。以诺不是靠一时热心，而是靠天天渴慕。他要神，不只是要祝福，他要主，不只是要平安。因为当信仰只停留在我要神给我什么，环境变了就容易退后。但当信仰变成主啊，我要你，即使在风浪里也会继续同行。我听过一位姐妹分享，她说她信主多年，但有一段时间她的心变得很干，不是没有聚会，也不是没有服事，外表看起来都正常，可是她心里知道我在忙很多事，但我离神好远。有一天晚上，她真的撑不住了，坐在床边，没有背经，没有说漂亮的祷告，她只哭着说了一句：主啊，我想你了。就这样一句话，她哭了很久。她说那一刻她没有觉得自己很敬虔，反而觉得自己很软弱，就是那一句我想你了，重新把她带回神面前。从那天起，她每天早上先不滑手机，
先不急着处理事情，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安静3分钟，对神说：主啊，今天我想跟你走。他的环境没有立刻改变，难处也没有瞬间消失，可是他说：我的心回家了，我重新走在神身边了。弟兄姐妹，这就叫做与神同行。不是因为我们很强，而是因为我们愿意渴慕神，靠近神。今天神没有呼召每一个人都成为牧师或宣教士，但他呼召每一个人，无论初信者、社青或属灵成熟信徒，在工作、人际关系、疲惫与沉默中，选择每天与他同行。当我们愿意这样同行，或许有一天会发现，不是我们抓住神，而是神一路拖住了我们。这样的人生也必然成为被神纪念的人生。当我处在疲惫、低谷或黑夜里，我是否仍愿意对主说：主啊，我不要没有你。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用以诺的生命提醒我，你看重的不是我做了多少事，而是我是否愿意与你同行。主啊，我承认自己常被忙碌与压力推着走，信仰也常被压缩成外在的形式，心却离你很远。主啊，求你赦免我，也求你把渴慕你的心重新放在我里面。在我疲惫的时候，求你接住我；在我软弱的时候，求你扶持我；在我什么都感觉不到的时候，你让我紧紧抓住你。主啊，我今天愿意对你说，我想你了。主啊，我不要没有你。求你带领我在每天的通勤、工作、人际、沉默与眼泪里，都一步一步跟着你走。愿我的一生也成为你所喜悦、你所纪念的人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有黑夜有光，之中你会见一场，走过低谷，走过心失望，你的手一直在我身旁。走进新年，前路为明亮，心中仍有不安与盼望。但我知道不是独自闯，因为主走在我的前方。主与我同行，恩典不退场。软弱时，你是我的力量。黑夜再深，盼望仍发光。因你相知，直到永远长。